啊，今仔日开始正式走向着经济防疫的新模式，有袂少的防疫措施拢放零了。像这个运动会当免挂喙罨，像这个代替高铁开放会当食物件，宴会食到嘛会当一道来敬酒咯。当来咱的生活更加利便。 也毋过也是有例外状况哦。若是像散步这种强度无介大的运动，就爱乖乖啊挂喙罨。若是你喺高铁代替食物件，袂当甲隔壁位生分的乘客共一个时间，甲喙罨摕落来做伙食物件。也就是讲，其实哦，也有真侪时阵，咱也是爱乖乖啊甲喙罨挂好势，安尼较妥当。 运动流汗真爽快，不过3月7日今日解禁运动，唔免挂喙罨啊，以外路民众无啥会放心。为什么现在还是戴着？习惯了，反正对我来说都戴着的话就没有差别了。是闷了一点，可是为了防疫的原因，我们还是可以配合政府。 挂喙罨的运动有影无啥爽快。3月7日有新的防疫政策，除了运动唔免挂喙罨。 伫航商也是收水，喙罨会淡去的所在，嘛共款会使流落来。商铁嘛开放食新，坐火车高铁毋免阁摇巴肚啊。另外，卖场开放试食，食饭食喜酒会使一道一道敬酒啊。也毋过你若家是单纯的散步，无做激烈的运动，嘛共款都爱挂喙罨。另外，卖场试食是会使定点试食，袂使哪行哪食。 还佫有坐代替高铁的时，若是讲一日隔壁青云人先食物件，那呢，你就要乖乖喙罨挂好，等伊食煞才会使食。本土疫情控制了真好，乡亲期待讲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。到底都要到什么时阵才会使完全的开放？室外呢，他可能还是不太敢放松的太快，因为室外你碰到的人大部分是你不认识的人。 想要完全的解封，可能要过一段时间。为了要恢复正常的生活，防疫医院都要继续拍拼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